拄则听到就是疾管署上新的讲法。加界人生加界消息来关心天后蔡依林台北上尾场的演唱会，昨暗日的小巨蛋上场，邀请到拄顺过唱山的5月天来做特别来宾。主唱阿信和蔡依林台顶合唱，看起来两个人真亲，歌迷嘛一直看甲大声、喊声来赞声。其中一个查甫人煞雄雄下过护栏，要落入去内底，上尾工作人员赶紧报警察来处理。 听到音乐，大家就欢喜甲叽叽叫，天后蔡依林小巨蛋演唱会上尾场5月天来啊！我静静地望着天空，试着寻找失落的感动。甲主唱阿信做伙唱，两个人伫台顶的互动甜蜜蜜。你让我这双手投降，画出了翅膀，长出了翅膀。 其实啊，我们演唱会这连续11场嘛，昨天唱完。那每天演唱会下来呢，其实马上就是滑 IG， 要看公主今天的造型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今天这个 OK 吗？今天这个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很喜欢。你们之前可能就是看我穿比较露嘛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你们有看过我的胯下吗？什么？哦，天后实在真有魅力，演唱会唱到一半，佫发生意外。 一个查甫人伫演唱会到一半的时阵，可能趁工作人员无注意逃走入去，佮想要下过护栏，互现场的工作人员挡落来。危险的行为，互别的民众拢惊到，工作人员嘛赶紧要甲伊带走，双方挽起来，一直到警察来，查甫人才冷静落来。我们都没错，只是不适合。 蔡依林让4年，佮一届伫小巨蛋办演唱会，佮小连续唱6场，尾啊佮雄雄宣布要加开高雄场，当作互歌迷的新年礼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